香港突如其來出現一陣怪風，登陸 TVB。吹走一班大台新聞主播，就連財經台嘅資深主播林小珍同埋范巧如都吹走埋。冇啦冇啦，今次大台乜都冇啦。咁冇電視睇點算啊？哎呀，世界末日㗎啦！末日啦！大台財經主播孖住走，林小珍話工作同回報唔成正比。唉，喊鬼喊馬咩？人哋范巧如同林小珍分別喺9月中同10月尾離開大台啊，輕輕鬆鬆鄧子峰㗎。9月9號，我同小珍同日息影啦，好難得眼淺嘅我，眼淚竟然頂得住。最後一天主持節目，拜拜。留意翻啦，息影唔代表 last day 啊吓。03年畢業就加入大台嘅林小珍自爆係裸辭。咦，工都未揾就唔撈，唔通有不為人知嘅秘密？嗱，小珍接受傳媒訪問呢，有講過喺大台嘅工作量同回報唔成正比，基本上呢，財經台係要負責晒成個大台嘅財經同樓市新聞噶，最長試過開足12-13粒鐘啊，放假都要翻公司嘅陰公。咪話小珍頂唔順啦，就連有21年傳媒資歷、05年加入大台嘅師姐范巧如都寧願湊 B 啊。不過范巧如依家仲要主持《致富之道》，直到9月22號。據知大台成個財經部門呢，台前幕後有30幾人，留意翻啦，係負責全台嘅財經同樓市新聞噶，仲有一大班新人出現斷層情況，人工唔理想，又翻足10幾粒鐘，唉，好似林小珍咁講啊，走要勇氣，留低更加要勇氣啊！蘋果 App 新功能，揀我的內容，鍾意睇乜就睇乜。